在台南的七股，前一阵有举办一见双雕艺术季，这段时间是啥袂少游客去遐行搭。这创作团队用汉洋的废弃物打造的地景艺术，嘛有得到德国的柏林设计奖。蚵仔壳工作伙真侪海洋的北岛，一粒一粒浮球代表海洋，佮有各种海洋废弃物糟蹋这海洋世界。这项装置作品是艺术家和在地蚵仔农合作完成。第七个盐埕的一件双雕艺术季展览，而且嘛摕到德国柏林设计奖银奖。我们都知道柏林设计奖呢，是非常多的这些参与跟竞赛者。那我们也把我们今年的一件双雕艺术季的作品去报名参加。那我们也很高兴，它荣获了我们是一个银奖。创作团队利用七股在地盐埕文化甲渔业，收集海洋废弃物，甲打造这地景艺术品，表达永续发展、保护海洋的理念，嘛要提醒民众守护环境的重要性，也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台南，也看到了云嘉南，然后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盐田，我们的盐文化不只是实用而已，它也是一个艺术。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一件双雕艺术季，甲盐雕和地景艺术结合，为去年12月16日开始，配合台湾灯会活动，同款是等到今年3月初10煞果。管理处表示，规划这个活动都用3个月，隆重清出超过15吨的海洋废弃物来完成作品。唔但要呼吁民众爱珍惜环境，嘛要宣扬在地盐文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